雪霸國家公園甲邊科大研究團隊用24點鐘直播的方式觀測台灣上大的鳥頭鳥、魚肉仔，也就是華語講的黃魚鴞、腰鰭、鳥仔囝的狀況。這整規個完整的過程是攏去互鏡頭記錄落來。較大隻這隻魚肉仔、鳥仔囝，互研究團隊暫時叫做大寶。伊是個天開，一直對更較懸的所在爬起去。無偌久，大寶已經爬到比原本會收較懸5公尺的所在。研究團隊5月初1上手體型較細隻這隻小寶甲腳懸時，發現大寶已經出現全要離收的情形，拄好互第2粒的鏡頭解翕來。當初小寶沒有跟着一起釋放，是因為它還太小了。那如果我們太早上腳環太鬆，有可能會掉。它的行為越來越多。活動範圍也越來越大的時候，我們要幫他繫上腳環啦，不然未來再要抓他就不太容易了。研究團隊講，大寶因為體型較大隻，所以講4月25就先解割腳環，小寶是等到5月初1才割。迄天也為了耍賴，這個鳥仔要離收佇更較懸的所在，加裝第2粒的鏡頭，拄好就佇同一天就翕到這隻較大隻的大寶飛走離收的真寶貴的畫面。它現在已經到了接近離巢的階段。那猛禽的幼鳥到接近離巢的階段，它就會開始往巢體的外面，去做探索，所以它會在樹幹上面移動，現在是很正常的，只是比我們預期的又稍微早了一點。只是大寶無佫飛轉來原本的收，這陣直播畫面已經變做這個兩邊的畫面，鬥陣直播大寶甲小寶的狀況。研究團隊這幾天順利觀察到青鳥分別是照顧2隻鳥仔囝，鏡頭也翕到青鳥飼這個紅鰱魚、苦花，還佫有章魚的畫面。研究團隊講，魚肉的習性雖然會留佇領地，也毋過袂連續使用同一個收，所以溪邊的健康原始的樹林對因來講是真重要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